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8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4篇15节到22节，约书亚记22章第1节到第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醒戒备。上个主日我们分享到了谨慎的主题，我们透过了几位圣经的人物以及以弗所书第5章的经文，提到了基督徒应当在生活当中来谨慎，因为我们周遭的挑战以及影响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大。如果没有谨慎的话呢，就很容易陷入在罪之中。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提醒，也教导他应当如此。他强调所罗门以及他的孩子们都要遵行上帝的诫命旨意，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谨慎，才能够避免试探。可惜的是，我们知道所罗王后来就失去了警醒，离开了上帝的道路。约书亚对吕遍、迦得以及玛拿西支族一半的人民说话，提到了他们应当遵行上帝的诫命，得以享受太平的生活。但是他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必须要谨慎。约书亚22章第1节到第9节记载当中，约书亚对他们说，约书亚召集吕遍、迦得和东玛拿西支族的人前来，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完成了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听从了我一切的吩咐，直到今天，你们从来没有离弃你们的以色列同胞。你们谨慎遵行了上主你们上帝的命令。现在，上主你们的上帝已经遵照了他的应许，使你们以色列同胞得以安居。所以你们应当回家，回到你们所拥有的土地，就是上主的仆人摩西给了你们那块在约旦河东岸的土地。你们要切实遵守摩西颁给你们的法律，要爱上主你们的上帝，遵行他的旨意，服从他的诫命，忠于他，全心全意的侍奉他。于是约书亚祝福他们，送他们回乡，并且说，你们要带着许多牛群、金、银、铜、铁和衣服，丰丰富富的回去，要跟你们的同胞分享从敌人夺来的战利品。于是他们就回乡去了。摩西把约旦河东岸的一部分土地给了玛拿西半个支族。约书亚把约旦河西边的土地也给了玛拿西另外一半的支族和其他的支族。于是吕遍、迦得和东玛拿西支族的人回家去了。他们在迦得和示罗跟其他的以色列人分手，往他们自己的土地基列出发，就是他们照着上主借着摩西命令他们去征服的那土地。基督徒应当要警醒戒备，好让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够避免受的这个诱惑。保罗对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说道，要他们能够警醒戒备，并且要明辨是非，免得受了迷惑。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保罗的提醒。弟兄姐妹们，关于这事发生的时间日期，不需要人家写信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自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里忽然的来到。当大家正说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灾祸会突然的临到，正像阵痛突然临到快生产的女人一样，他们一定是逃脱不了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那日子不会像小偷一样突然来到。你们都是光明的人，是属于白昼的人。我们不属于黑夜，不生活在黑暗中，所以我们不应该像别人那样的沉睡。我们要警醒戒备。睡觉的人在夜里睡觉，酒徒在夜里酗酒。既然我们属于白昼，就应当戒备。我们要以信和爱做护胸甲穿上，以得救的盼望做头盔戴上。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的惩罚，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拯救。基督为我们死，为要使我们无论是死了或是活着的，都能够在他再来的时候呢，跟他一同的活着。因此你们要互相的鼓励，彼此的帮助，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基督徒不但要警醒，更要戒备。保罗他要基督徒呢，要武装起来，能够对抗恶者，如同他提到的，要跟军人一样穿上军装，这样的一个装备，才能够对抗敌人的攻击，对假先知、假教导的这样的诱惑。正如我们昨天也分享到，耶稣基督提醒门徒们要提防法利赛派的人，还有希律的毒枭一样，一定要警醒戒备，才能够防备，才能够避免现代基督徒在面对更多元的环境，无时无刻存在的这个挑战及诱惑，就更需要警醒来戒备。诗篇34篇15节到22节，上主看顾义人，垂听他们的呼求，但是他敌对作恶的人，他们死就被人遗忘。义人呼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义人遭遇许多患难，但是上主救他脱离这一切。上主保全他，连一根骨头也不折断。罪恶使作恶的人死亡，憎恨义人的人要受惩罚。上主要拯救他的仆人，投靠他的人免受惩罚。恳求上主帮助我们时刻的警醒，经常的戒备，使我们能够免于试探的诱惑，可以离开恶的陷阱，引导我们继续走在真理的道路，直到我们得救。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